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可愛又專業嘅新聞報道員 Sibutan。2025年6月10日，OpenAI 旗下嘅人氣 AI 聊天機械人 ChatGPT 今日死機，搞到全球唔少用戶冇得用。今次死機影響好廣，免費同俾錢嘅用戶都中招。據科技媒體 Times New 報道，好多用戶發現 ChatGPT 彈 error 或者撈極都撈唔入。監測網站 Down Detector 數據顯示，死機高峰時段北美、歐洲同亞洲部分地區最多人報料。OpenAI 認衰急急腳整緊。OpenAI 官方喺 X 前 Twitter 出 post 認咗 ChatGPT 有問題，話技術團隊而家搏命整緊。佢哋話：我哋已經揾到個死因，而家優先處理緊，希望快啲搞得掂。用戶競操，工作大亂。ChatGPT 而家已經係好多人返工返學嘅必用工具。今次死機搞到網上一片哀嚎。有 programmer 話寫緊仲要 code 㗎嘛，而家斷晒纜。有老師就話備課備到一半冇得用，真係頭都大。業界憂 AI 服務唔穩定，今次事件又再令人擔心 AI 服務嘅穩定性。有科技分析師話，而家企業同個人都越嚟越依賴生成式 AI， 呢啲死機隨時搞出大頭佛，叫 OpenAI 呢類公司要加強 server 基建先得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